just want to speak the name of Jesus over every heart and every mind. 'Cause I know there is peace within your presence. I speak Jesus. I just want to speak the name of Jesus till every dark addiction starts to break, declaring there is hope and there is freedom. I speak Jesus. Your name is power. Your name is healing. Your name is life. Break every stronghold. Shine through the shadows. Burn like a fire. I just want to speak the name of Jesus over fear and all anxiety, to every soul held captive by depression. I speak Jesus. 'Cause your name is power. Your name is healing. Your name is life. Yes, it is. Break every stronghold. Shine through the shadows. Burn like a fire. Your name is power. And we declare it now. Your name is life. Break every stronghold and shine through the shadows. Burn like a fire. Shout Jesus from the mountains, Jesus in the streets, Jesus in the darkness over every enemy. And Jesus for my family, I speak the holy name, Jesus. Oh, shout Jesus from the mountain, Jesus in the streets, Jesus in the darkness over every enemy. Jesus for my family, I speak the holy name, Jesus. Your name is healing. Your name is life. Break every stronghold. Shine through the shadows. Burn like a fire. Come, Holy Spirit. Your name is power. Your name is healing. Break every stronghold. Shine through the shadows. Burn like a fire. I just want to speak the name of Jesus over every heart and every mind. 'Cause I know there is peace within your presence. I speak Jesus.
just want to speak the name of Jesus over every heart and every mind. 'Cause I know there is peace within your presence. I speak Jesus. 姐妹们平安，平安。我们的礼拜即将要开始哈，请我们的将我们的手机调整到静音或者是震动的位置，好，让我们的礼拜能够很顺利来进行。何塞那，何塞那，何塞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那。弟兄姐妹们平安，请我们弟兄姐妹一起站立。我们所信靠的神是在旷野中开道路，在沙漠中开江河的神，阿们吗？我们一起来赞美他。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寻求。我的神，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寻求你，在干旱平凡无水地，我渴想你。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寻求你，在干旱平凡无水地，我心切慕你。我在圣所中。在神所中要瞻仰你，见你的荣耀与能力，因你慈爱比生命更好，我要歌颂你。我在神所中要瞻仰你，见你的荣耀与能力，因你慈爱比生命更好，我要歌颂你。我们要一起来宣告，你是我的神。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寻求你，在干旱平凡无水地，我渴想你。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寻求你，在干旱平凡无水地，我心切慕你。我在神所中要瞻仰你。你的荣耀与能力，因你慈
要将一切的荣耀、一切的赞美都归给我们的神。我们用拍掌，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口，一起来赞美，将荣耀归给我们主。Amen。弟兄姐妹们，请坐。今天是棕树主日，主耶稣骑着驴子要进入耶路撒冷城。众人呼喊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沙那。”主耶稣开启他的救恩之路，我们要来纪念，我们要感恩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生，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我的路，使我再次能看见。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宝血为我而流，宝贵十架上医治恩典永留，使我完全的自由。宝贵十架里的能赐我生命，主耶稣，我夫妇敬拜你。宝贵十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生，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我的路，使我再次能看见。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宝血为我而流，宝贵十架上医治恩典永留，使我完全的自由。举起我们的双手，宝贵十架里的能赐我生命。主耶稣，我夫妇敬拜你。宝贵十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宝贵十架里的能赐我生命。主耶稣，我夫妇敬拜你。宝贵十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宝贵十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感谢主，在十字架上的救恩，我们都要来纪念主。主耶稣也给我们盼望，当他复活升天后，他说要差派圣灵保惠师来到我们当中，我们要求主圣灵来充满我们，时刻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赞美主。圣灵，请你来充满我心，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灵。圣灵啊，我好爱你，我的灵让你牵引，做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圣
神灵，请你来充满我心，我需要你很高，充满我灵。神灵啊，我好爱你，我的灵让你牵引，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的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求主圣灵大大的来充满我们的心。神灵，请你来充满我心，我需要你很高，充满我灵。神灵啊，我好爱你，我的灵让你牵引，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神灵，请你来充满我心，我需要你很高，充满我灵。神灵啊，我好爱你，我的灵让你牵引，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我要追求你，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而令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我敬拜你，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再一次来宣告说，我敬拜你，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的保守看顾，使我们能再次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带着感谢来进入你的院，用赞美来进入你的门。因为今天是你所命定的日子，我们再次的来到来领受你的祝福，领受你的教训。求你赐我们智慧来领受今天的信息，因着你的信息，让我们能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来荣耀你的名。求圣灵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行公义，有怜悯谦卑的心来与你同行。我们这样祷告，都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时我们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不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祷告来表达你的感恩。基督
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生命一切的所需，你的恩典是值得我们赞美和感谢。也求你来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使我们在爱中同心合一，一生来忠心跟随你，传扬你的福音，荣耀来见证主的名。我们献上时间、才能、金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这是我来报告。在报告之前，我们先来介绍今天的新朋友。头一个我要介绍的是，苏清长老的妹妹，还有她的女儿哈。那他们是从纽泽西，美国纽泽西回来台湾哈。那个陈淑玲、涂安妍、涂安丽，请站起来，让我们欢迎你。欢迎你来。另外一个是王雅琪，王雅琪姐妹，欢迎你来。好，我现在来报告。没有，我们读今天的金句哈，这个礼拜的金句。我们一起来念：你们要警醒，不断地祷告，使你们有力量忍受一切要发生的事，得以站在人子面前。路加福音21章再一次，你们要警醒，不断地祷告，使你们有力量忍受一切要发生的事，得以站在人子面前。路加福音21章36节。好，这是我来报告。小会报告。5月4号哈，5月4号第三次的今年第三次的圣礼典，那要受洗的，包括成人洗礼、兼信礼、信仰告白、小儿洗礼的，在这个礼拜前向区长、小组长来报名。第二个。那个敬拜部门，这个礼拜是棕树主日，受难周的禁食祷告。我们从4月13号今天开始到4月19号，那一同请大家一同来参与。详情见周报的第4页。一样敬拜部门，复活节信仰之旅耶稣脚中竹林路。在4月20号早上9点到9点半，我们从49号的1楼到这个地方332楼。我们那一天我们是只有一场礼拜，早上9点半开始，请记得9点半开始不是竹林路是9点到9点半，那联合礼拜是9点半开始，所以我们8点50就要到了8点40就要到了，9点到也可以了好，这个礼拜的松大讲座10点到12点心灵鸡汤，讲师是于宇春老师这个每次听这种都有一点感动比较励志比较励志的。励志长老不在比较励志的，加油！那4月19号礼拜六早上7点到7点半我们在49号的7楼有嘉南杯桌球热身赛请记得7点到7点半就要到报到御史与弃权论。因为下午还有那个宾夕兰节的那个告别礼拜，那4月14号到4月18号礼拜五，礼拜一到礼拜五，他没有说什么时候，早上、下午、晚上开放练球，有兴趣的那个桌球班桌球兴趣班那下个礼拜就停课1个礼拜。2025年第一次的志工教育训练在4月27号
礼拜天哦，下个主日下午1点半到3点半。地点就在这里哦。那个主题是灾难，你没有你想的那么远。哦，这个请志工各位志工哈要记得来参与。4月26号春丽高挂福音茶会，邀请的牧养同工会友和每位设定的 best 参加。那报名哦，4月19号额满截止。那请各位踊跃的来参与这个事情。4月20号复活节踏青宣教活动，当天中午没有爱餐哦，那是礼拜天哦，那天没有爱餐，所以你可能要自己去找餐厅吃饭，或者是买面包吃哈，然后再前往春天农场。那可以3、5好友再招一招，是不是自己开车去，或者是坐公车？好像这个周报里面也有写公车是哪几号哦，所以你可以参考一下。那春天农场的报告。牧师，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哈。那个我们报道的那一天哈，就是说，其实因为蛮多人的，有一些很多注意事项哈。那但是最重要就是说，我们要准时报名准时报道。我们报道的地方就在荧幕这个地方哈。那里有一个这个地方好停止这样。那我们会分各牧区报道。华1、华2、华3，就去找华1、华2、华3的地方。那我们会有准备桌子、准备立牌，就看到我们是华1的，我们就去华1的那个桌上去那边报到这样子。那我们会拿到3个东西，就是门票、跟那个纪念毛巾、跟 Tina 面包的兑换券。那我们的门票是出示就好了，出示门票就可以进去。那我们那个门票可以当天可以换。春天农场里面的赠品，那我们的门票可以就是集合一起换，就是说比如说100块，你要换一个面包是110块，是不是要自己补10块？那你如果有能力去把人家的，不是啊，就是说跟大家一起，小组一起来换，比如说找11个人，那就有1110块，1100块就可以换11个面包，大概这个概念。可以一起换这样子哈，好，所以最重要就是说我们报到的时间要提早就是我们到1点半就截止了，1点半就截止，所以要提早到一定要提早到哈，因为我们那天人数很多。好，再下一页，好 ，OK， 就这样子哈，好，谢谢。1110块只能换10个哈，所以你11个人哦，可能一点要捏一点。给第11个，受难周联合圣餐礼拜在红恩教会4月18号晚上，礼拜5晚上在7点半在红恩教会，坐公车去了，骑摩托车去了，开车可能比较不方便，我不晓得那边有没有停车场尽量参加那下一个宾秀兰姐妹，还有张坤玉姐妹，还有张王秀姐妹都在3月31号、3月23号、4月10号蒙主恩召，愿主安慰的灵与遗主同在。那下个礼拜宾秀兰姐妹，我们等一下会报告好。下一页对，宾秀兰姐妹那个家庭安慰礼拜是在这个礼拜4，这个礼拜4礼拜5是在红恩教会的那个受难日的那个圣餐礼拜。还有2位新朋友我们的林志汉弟兄，请站起来，让我们欢迎你，欢迎你还有吴新宇欢迎你。好，
这个我们现在来庆生哦，这个月的寿星哦，请到前面来哦。好，我们请4月份生日的弟兄姐妹啊，来到台前，请到前面来。祝你生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好，我们拍手来祝福我们这一些在4月份，还有在我们周报第3页好有57位，好，或是你今天在线上的，我们都一起来为你来祝福，我们一起来为他们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为这一些站立在我们当中面前，还有在周报上面，还有在我们身边4月份生日的弟兄和姐妹们，为他们一起来高兴欢喜庆祝生日快乐，让他们在这个月份当中都能够有经历上帝的恩典与祝福，也祝福他们身心灵都健壮，家庭平安喜乐，也让他们每一天看见上帝的同在，有上帝的引导，让他们能够恩上加恩，利上加利，福上加福。我们同心在主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祷告，祈求祝福，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再次拍手来祝福弟兄姐妹们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好，请回座，生日快乐。好，我们来读今天的圣经节，路加福音21章29节到33节，我们一起来读哈。耶稣又对他们讲一个比喻：你们看看无花果树和其他的各种树，它们一长出新叶，你们就知道夏天快到了。同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现象，就知道上帝的主权快要实现了。你们要记住，这一代的人还没有去世以前，这一切事就要发生，天地要消失，我的话却永不消失。好，这个时候我们请陈牧师来讲讯息，人子的来临。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在迦南教会今年庆祝60周年，好，教会来举办环岛之旅。好，那在过去这个礼拜有30位弟兄姐妹，好，用4天3夜的时间，好，那跑了台湾的10间教会、2间神学院啊。特别我们也看到了在台湾各地，特别是台南、高雄、屏东、花莲的迦南教会。好，那在这趟当中，好，那我们留下了很多的照片，好，在这边跟大家来分享。好，看到这些从台湾400年前荷兰人1624年的8月来到台湾，好，打开台湾有文字历史记载好的新的一页，好，已经过了400年。好，那在台南好神学院的对面有一个长老教会的历史档案馆，把过去100多年前一直到现在好各个教会好，那我们教会的资料好也有在那个里面当中好留在那里，好是一个国家级的一个控温好，然后控制湿度的一个历史档案馆防震。那同时我们也去到了高雄的旗津旗后教会，特别今年5月28号是英国宣教师马雅各医师来台的160周年了。好，那所以我们在他上岸的那个地方也留下了合影照片，还有看到台湾一直目前历史最久的旗后教会，有将近159年的时间。那我们也去拜访了台东，陈伯修牧师，现在在那里牧会的太麻里教会，看到在东部东海岸，还有在原住民部落当中的生活，体验在那边的这个时间。
那也去了鹿野，还有一个就是行程当中很特别的迦南教会，是在花莲的瑞穗，这是一个阿美族的教会。这个教会没有牧师，好，那也联络不到教会的长老，好，但我们就在那个地方呢，好，到那教会，在那教堂的外面，好，那我们在那边一起为这个教会来祷告，好，那大家非常的感动啊，就是说我们同样在迦南教会，好，这个环境还有这个整个的这种资源真的是相差非常的多，好，但是呢，上帝爱哪一间迦南教会？好，都爱，好，然后每一间教会上帝都爱，都是只要是奉主的名的教会，上帝都爱。所以我们在花莲受封也听到了一个很感动的故事。好，这个受封教会好几年前，好，他们是本来决定要把这个教会关了，怎么样把这个教会关好散除？好，因为人越来越少，好，结果呢，没有想到决定要关之后，关不成，教会还越来越大，好，然后还买地，然后还建这个左边这个新的礼拜堂，好，然后呢，他们的事工好就在这个花莲受封的黄金地段，好，这个乡公所的正前方啊，好，在这花莲夜市的广场的旁边。看见真的上帝真的是一个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的上帝，使无变为有的奇迹。那么也到了玉山神学院，好，那有院长的接待，好，介绍让我们知道说，在东部花莲403地震之后，好，那在这边的福音的工作以及各地教会还有神学院的需要，好，那他们也会在5月份，好，有这个玉山神学院的牧师，好，会来到我们当中来跟我们分享。那我们也去拜访了过去曾经在迦南教会差派到洪恩教会的吴璞文牧师，好，美伦教会，好，看到美伦教会，好，在吴牧师夫妇好将近30年的服事当中，好的成长，以及在社区当中很美好的连结。好，那最后我们就是拜访了这个基望教会，是100年前全台湾第一个信主的女性原住民啊。好，然后她后来在54岁的时候去读了神学院，好，成了这个原住民的第一个的女性的传道人。那我们原来以为去那个教会都没有牧师，因为找不到，就去到之后才发现，已经有新的牧师来了。那这个基望教会新的牧师呢，好，他就是这个基望，好，这个100年前，好，这个女性第一个原住民牧传道人的第4代，好，是他的第4代，好，就在这个教会继续在那边来牧养啊，好，所以让我们真的是看见上帝很特别奇妙的恩典。4天3夜，好，这个的旅程当中呢，好，其实这当中有3位的牧道友。那在这每一天都是一个福音餐会，好，福音茶会，好，在游览车上，好，跟他们来分享，所以他们都带着这个很大的信心，好，有预备心，好，要能够来受洗，成为迦南教会的一员。甚至这当中还有60位超过80岁的会友，好，跟着环岛，好，66位里面当中还有2位是超过90岁啊，好，最高的是91岁啊，好，所以也跟着大家一样这样拍拍照。好，那这个旅行社，好，这次是请旅行社来代办。好，旅行社说，哇，你们这个4天3夜，好，只有一个人花不到1万块，好，真的是非常的经济实惠，好，而且还能够做这个最新的自强号、新自强号，好，能够这个非常的顺畅，好，所以也欢迎各位弟兄姐妹，好，如果你有兴趣。有意愿呢，好，我们第2梯是6月份还有4个名额，好，那9月份还有10几个名额，好，也欢迎大家参加，好，那也能够一起好来分享，看见上帝好怎么样爱全台湾各地的教会啊，好，那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谢谢你，特别为着过去1个礼拜，教会有30位弟兄姐妹啊，特别许多是年长者，好，大家能够带着一个朝圣的心啊，到各地的教会神学院来看见上帝，你在全台湾各地160年来，还有400年来，在这个土地上奇妙的作为啊，我们也求你，让我们在庆祝迦南教会60周年之际，让我们也能够参与在这样子的恩典盛宴当中，更加让我们过去风闻有你，能够如今亲眼见你。我们也为这个行程的出入平安向主献上感谢，也为参与的每一位献上感谢。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透过路加福音的信息，好，那我们要来思考耶稣在路加福音、还有马太福音、马可福音，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耶稣要再来。你相信耶稣还会再来的，请举手。好，
感谢主，大部分人都有举手。还没有举手的人，可能你还没有想清楚，或是你还没有听清楚，或是认识清楚。马太24章、马可第13章、路加第21章，让我们知道耶稣再来有6个预兆。好，这6个分别是会有各种灾难的出现，信徒的爱心冷淡，以色列要复国，天势会改变，而福音传遍地极，还有假基督的出现。以色列复国在1947年，好，台湾228那一年，好，复国至今，不可能的事情，一个国家被灭2500多年，居然还能够复国，重新再把旧约以色列这个名字再搬上世界的台面上，这一切就是在为上帝做见证，这一切都是在为耶稣基督再来做见证。而世界的灾难，好，在今天我们读的路加福音好21章当中，可以看到这些的灾难，有地上的灾难，也有在人间，还有在天上。而这一切呢，耶稣都已经给我们打了强心针，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如何来面对这一切的灾难，以预备耶稣基督的再来。耶稣基督再来，好的灾难在地上呢，会看到各样的灾难。从21章的7到13节，门徒问耶稣：为什么耶路撒冷要被毁灭？这个世界的末日灾难会有什么样的情形发生？预兆发生？耶稣跟他门徒说：会有战争、叛乱，会有攻打，会有严重的地震、饥荒和瘟疫。各位有没有遇过地震？有没有遇过饥荒？有没有遇过瘟疫？好 ，COVID-19 有没有遇过战争？好，这些事情好都不断的在发生。这些事情在发生的时候，在告诉我们什么呢？耶稣基督快要再来。不仅是只有在天灾，还有人祸，甚至基督徒可能被逮捕、被迫害，基督徒会被审问，基督徒被抓去坐牢，基督徒被带到君王统治者的面前。而这一切呢，好的灾难，耶稣已经告诉我们。第13节，我们一起来读13节。这就是你们为福音做见证的机会了。921大地震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为福音做见证？有，各地的教会起来为福音做见证。COVID-19 的时候，教会有没有为福音做见证？有。好，当人都被关在家里面的时候，我们透过网络，好，我们能够把上帝的话、上帝的道传开，甚至在疫情当中，还能够带领人信主，带领人来受洗。在战争当中，我们有没有带领人来为福音做见证？让这个当中看见这些的福音，最重要的就是耶稣基督要再来。而这战争呢，我们也在过去这2个礼拜当中，从4月2号，川普向全世界180个国家发出战帖，挑战，就是要课最少10%的关税，到最高50%。好，这10天来呢，今天是4月13号，只有11天。在过去的10天当中呢，这个世界好像经历了战争，而这个世界各国好像经历了3温暖一样。结果本来大家想说，上礼拜牧师有分享，这个是从纽约时报说，这就是一个 chicken game。你要跟他对撞，还是你要闪开？你要跟他成为朋友，还是要跟他直接成为敌人？结果这场游戏呢，很快的果然有效。谁要跟美国来对抗呢？中国，还有一个呢，欧盟。这2个呢，都有表示要跟美国要对抗。但是呢，这个川普的游戏呢玩得很快这个欧盟一知道川普的游戏之后，马上又收手。现在呢，全世界只剩下一个国家要跟美国对抗，是哪个国家呢？剩下中国。好，那在中国呢，大家各样的心情，各种的3温暖。所以在4月10号那一天，说这个是美国关税呢世界大战最刺激的一天因为那一天呢本来是要开始实施的，隔天川普就暂停除了中国以外，就剩下中国，其他的国家的关税呢的政策暂停90天3个月。所以那一天的股票呢，哇，又大起。这个整个好像真的在坐云霄飞车，或是在洗3温暖。但是这一些让我们看见，在世界贸易也成为了战争，而这种战争当中呢，其实都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快要再来。在地上的天灾人祸，但是在人的心中要立定心意，就必保全性命。请大家说一次，
立定心意，就必保全性命。接着14节到19节，耶稣告诉我们要立定心意，告诉门徒要坚忍。为什么要立定主意呢？好，立定主意就是不必事先考虑怎么样为自己申诉，你只要做好你该做的事情，平常有在预备，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是只要相信耶稣，其他的靠山山倒，靠人人跑，靠耶稣最好。跟你旁边人说一次，靠山山倒，靠人人跑，靠耶稣最好。到底你要靠山靠人靠川普靠习近平，还是要靠自己，还是要靠耶稣呢？而靠耶稣，立定心意，就必保全性命。而要坚忍的人呢，坚忍到最后，就会看出到底上帝他的旨意是什么。4月2号到4月10号，这8天当中呢，台湾也被面临了选边站。到底在台湾有各这样的声音啊？美国这样子对我们，居然把我们课34%的关税，我们也要给他课回去，我们要跟他杠上了。但是有人说，我们先冷静，先派这个团队，去了解、去沟通。但是呢，这个事实，后来我们的这个行政院，总统行政院，在4月7号那一天，他就有公布说，台湾的政策呢，就是对美国不采报复关税。意思就是说，台湾跟美国是要做朋友的，不是要做敌人的，甚至还抛了5大的应变计划。好，这5大的应变策略呢，包括朝这个零关税的目标开始，从桌上的谈判开始，而不要直接的对抗，而且呢，用沟通来取代冲突，来避免这样子的竞争。然后台湾自己本身也要调整，要提升。好，那但是这一切呢，就是一个选边站，所以没有想到，3天后，有70多个国家，都去跟美国谈的，通通都得到90天的这个延缓，所以表示说这个东西呢，其实呢，是一个活的，就是真的像是一个游戏当中，但是呢，真的已经杀伤力非常的重啊！在这上个礼拜当中，在美国加州的一间超市，华人超市。这个苏清长的妹妹从东岸回来，可是呢，在西岸，加州，的超市呢，1盒的蛋18颗，标价多少呢？17.99，18块美金，一颗蛋多少钱？1块美金，你要不要买？台币32块多啊！一颗蛋要台币32块多。现在台湾的蛋比较便宜，一颗6块钱，6块钱，真快要5倍了。但是大概在美国没有这么高，大概18颗的蛋，每一颗大概还是要50 cent，还是要50 cent 左右，也要15、16块啊，比台湾多了10块钱已经算是很贵。但是在这个关贸或是这个关税货贸当中呢，其实也看到了这2个大头在对抗，一个是富兰克林，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美金，一个是人民币，而这也将会成为在这个地上灾祸灾难当中，让大家持续看着办，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很多人都担心，美国的东西会变贵，特别如果你打算今年要换 iPhone 17的人，一支变成要10万块钱，一支 iPhone 要10万块钱。但是这些的图片资料呢，都来不及更新。从这个中国呢被课104%， 125%，现在变多少？昨天前天145%，但是呢，突然又调整了说，昨天晚上的新闻，所有的电子跟电子有关的，通通又得到了豁免，然后只要课10%，所以让很多人又喘一口气。所以这几天真的搞得很多制造业的、电子业的、贸易业的，这些真的是快要疯了。所以常常就会看到很多贴图说“穷惊熊”穷惊用惊熊，熊惊什么？无天良无天良惊什么？神经无正常诶，神经无正常。遇到这种这个狂人的总统，玩这种世界疯狂的游戏的时候，让他们再次想到耶稣的话，什么话呢？立定心意，就必保全性命。
你不用跟着人家好起起落落，你只要知道在为耶稣基督再来做好准备，你就有路可走，好就有命可活，而上帝好会为我们预备一切。除了路加福音让我们看到地上的灾难，而人心要立定心意，路加福音好最重要的是告诉我们将来天上要发生的事情。你知道耶稣要来，天上要发生多少的事情呢？我们继续往下看20到24节啊，你们看见耶路撒冷24到24节讲到耶路撒冷的事情，耶路撒冷要怎么样子的荒废，直到他们的期限满了。这个事情在耶稣预言之后的30几年就发生。耶路撒冷过去在主前586年圣殿在巴比伦军队尼布甲尼撒王的时期被毁，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被掳然后甚至也亡国一直到现在到1947年而他们失去了国土，失去了主权，也失去了圣殿。他们把被圣殿被毁那一天叫做圣殿被毁日是犹太历的5月9日。但是没有想到，耶稣预言完后，主后的70年，一样的同一天，提多将军带着罗马军队侵入了耶路撒冷，又再一次的把耶路撒冷的圣殿又拆得干干净净。当耶稣在讲路加福音21章的预言的时候，耶路撒冷的圣殿还在扩建当中。那个希律家族从他的阿公开始不断的扩建，到耶稣的时代还在扩建，还没有盖完。但是呢，耶稣已经预言了，这个圣殿没有一块石头会在另外一块石头的上面。果然30多年之后，主后70年，提多将军就把耶路撒冷圣殿在同一天，就是犹太历的5月9日，又再次的毁掉。而不仅是这两个的巧合，接下来主后135年、136年，主后的第11世纪、13世纪、14世纪、15世纪、17世纪、20世纪的这些的哀坡月，就是犹太历的5月9日，在犹太人的圈或是犹太人的当中，发生了许许多多的灾难，包括第1次世界大战、第2次世界大战，都在这当中显出了上帝的预兆。这么多是巧合吗？还是上帝在安排和决定？上帝透过这个日子在提醒我们，地上的灾难代表着耶稣快要再来。所以耶路撒冷，你看到耶路撒冷跟犹太人的命运，其实都是在告诫我们要做好预备啊！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你没有做好预备，你就要像那另外5个愚昧的童女，没有预备油，新郎回来的时候，他们进不去了，他们就只能够在外面4个字叫做什么哭什么耻，哀哭切齿，只能够在外面哭哭啼啼，嘎给切气。哎呀，我怎么没有准备油啊？我怎么没有预备好？这么好的机会，我怎么不能进去呢？因为没有预备，因为不知道耶稣要再来。而耶路撒冷只是一个预兆。当我们看到耶路撒冷的命运，犹太人的命运，都在提醒我们要昂首挺胸迎接得赎的日子。什么是昂首挺胸迎接得赎的日子呢？那时候就是耶路撒冷的这个日子满了之后，25节到26节我们一起来读。那时候太阳、月亮、星星都要显出异象，地上的国家都要因海洋的怒涛而惊慌失措，人人在等待着那将要临到世上的事，恐惧站立，以至于昏厥，因为太空的一切系统都要摇动。这是现代中文译本在2019年修订的比较白话的版本。在这里讲到那时候，就是在这一切地上灾难、人心坚定，最后天上要发生的事情，人人在等待一个临到世上的事，就是什么事呢？耶稣再来。所以27节就是耶稣再来的画面，我们一起来读27节。那时候人子要出现，充满着大能力和荣耀，驾云降临。耶稣再来是不是从妈妈的肚子再生出来？不是。耶稣再来会不会从地心窜出，或是从石洞当中蹦出来？不是。
圣经耶稣自己说，他再次的出现是充满着大能力。我们读启示录也看到了一个君王，好骑着白马，好全身的军装，好从天带着天军好而来，荣耀的驾云降临哦。那时候是一个天上的异象要发生的事情，而我们在地上要怎么办呢？最后的28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些事发生的时候，你们要昂首挺胸，因为你们得救的日子就到了。基督徒要怎么样？昂首挺胸。什么是昂首？昂首就是你要把头抬着，你要抬头望天啊。当你看到地上有灾难的时候，你要昂首抬头望天。挺胸就是你不要脚发软，你不要手发沉，你不要腿发酸，你要在耶稣来的时候，你要昂首抬头望天，还要挺胸站立得稳，因为这个时刻已经等待已久的时刻。过去这个礼拜当中，台湾的股票，上个礼拜天，果然如大家所预告的，礼拜一，台湾的股票，头三个图啊，一下呢就破了去年8月5号的记录，去年8月5号掉了1800点，8.3%，这个礼拜一呢，掉了2565点9.7%，当中曾经还超过2000多400多还是多少的，但是呢，你看前面的1、2、3、4、5、6，台股史上最大跌幅都在去年跟今年哦，所以这2年呢，真的是有很多的利空，但是有很多有人在这当中，最坏的日子就是什么？最好的时刻啊，所以这个上礼拜的这个名言呢，双城记，在最坏的时刻，有人亏大了，但是在这最好的时刻，有人翻身哦。所以同样的一个礼拜，4月7号，台股创下最大跌幅，但是同样这个礼拜4月10号，台股创下最大涨点，总共涨了1600点，比去年的8月7号794点。多了1倍以上，多了1倍，涨了9.25%。我现在不是在教大家买股票，我现在是在告诉大家，我们从这些的预兆当中，再看人真的在世界上非常的辛苦。这不是只有在股票当中，很多开工厂的，很多在大陆设厂的，很多你有开这个外贸的出口进出口的人，真的会被川普美国的这个游戏呢搞得七荤八素，晕头转向，很多人傻住了，惨了关门。但是很多人呢却在那个机会当中就把他所有的怎样。特别是赖清德总统4月7号的发表谈话之后，相信的人他就有信心，不相信的人他就赶快卖，然后呢就会看到4月10号台股又创了一个纪录之后，几家欢乐，然后呢几家愁。地上的世界就是这样变化的非常快。本来想说安安稳稳，可以退休过一辈子的生活，但是上帝显然没有这样子，让一个狂人的总统，带着全世界一起来玩关税的游戏。在这游戏当中，到底谁是合作的朋友，到底谁是要硬干的这个敌人，就在这当中，很快的就看出拼个你死我活。但是耶稣告诉我们，人子再来的时候，基督徒的态度是要怎样？昂首挺胸，迎接得赎的日子。我们要怎么样能够不会被这世界的变化起伏而牵动，而是每一天股票就算再跌的再大，也是昂首挺胸；就算股票涨的再多，我们也是昂首挺胸；就算现在的这个这个经济非常的热，非常的好，昂首挺胸；经济非常惨淡的时候，也要昂首挺胸，因为知道人子来了，这是我们一个得救得赎的日子啊。当我们知道耶稣要来，我们做准备还有准备够和准备不够的问题。你准备的够，你才能够站立得稳；准备不够，你就是没有办法持续到最后。所以最后牧师要问大家的，带大家一起来思考的。当耶稣再来，我们都要准备，但是我到底要准备多少，才可以准备到耶稣来的时候，
我们能够站立在人子面前呢？在路加福音的21章，耶稣很直白，直接就给我们答案了。这答案呢，好，牧师把它整理成3个。第一个，要知道什么？神国近了。我们一起来读29节到33节。耶稣对他们讲了一个比喻，说：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树叶一长出来，你们看了自然就知道夏天近了。同样，你们看见这些事发生，就知道神的国近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一切都要发生，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绝不废去。好，在今天早上的这个共读当中，好，牧师会讲的比较仔细，但是在讲道当中，牧师讲的比较大概，就是关于耶路撒冷的事情果然发生的，而耶路撒冷之后就是世界末日的事情，天地都废去。耶稣警告我们要知道神国近了，好，天国要来临，好，这件事情要发生。刚才我们读的是现代中文译本，上帝的主权临到；在和合本讲到神的国近了。所以面对耶稣基督人子要来，我们要不断的预备，要不断的知道，你到底知道耶稣怎么来？你到底知道耶稣来是降生在马槽吗？还是他是从天上驾云而来？你知道耶稣来之后要发生什么事情？好，圣经说，好，我们要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然后讲到我们要好这些已经信的要复活，我们要怎么样跟基督一起作王？然后1000年，然后在千禧年之后要发生什么事情？你知道吗？如果你不知道的话怎么办？打开圣经，好好的去读这些耶稣都已经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人子来了，天国近了，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才能够做好预备。否则你预备了半天，预备退休金，预备自己下半生，预备自己将来要埋在哪里，好，要放在什么地方，但是天国事情你却没有预备，耶稣来的事情没有做预备，就是不知道。所以我们要站在人的面前，要知道神国近了，这将要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必须要明了。第二个，要站立在人子面前，必须要谨慎，不受忧虑。34、35节，我们一起继续来读：你们要谨慎，免得被贪食、醉酒和今生的忧虑压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忽然临到你们，如同罗网一样。因为那日子要临到所有居住在地面上的人。耶稣直接告诉我们要知道，第二个要谨慎。谨慎什么呢？你不要被这世界把你的心给迷去了，你不要贪爱世界，留恋今世。你如果为了今世的吃喝，还有今生好的忧虑，就像是那个种子撒在荆棘里面，虽然它有长大，它有发芽，它也长起来，可是呢，最后被这个荆棘的下面被掐住了，所以它没有办法突破。所以这一个种子最后有没有结出果实？结不出果实，因为它没有足够的空间。我们的人生如果都在为今生、为地上、世上股票的事情、经济的事情、关税的事情、货贸的事情，烦恼到我们也没有办法睡觉，烦恼到我们没有办法吃饭，烦恼到我们没有办法做礼拜，没有办法灵修读圣经，我们没有办法结出良善的果子、圣灵的果子。而这些东西是忽然临到，像猎人在打猎一样，设下的陷阱早就在那边等待着你，等在这些好诈骗集团在设陷阱要骗你一样，都是一连串设计好的，目的就是让你没有办法享受人子来的时候的快乐，让你只能够在外面什么哭什么耻，哀哭切齿，好，哀哭切齿，让你在人子来临的时候是没有办法进去享受那一份的快乐。所以第一个要知道，第二个要谨慎，不要被世上的东西被他们所捆绑而忧虑。最后要怎么样站立在人子的面前呢？要警醒，不断祷告。最后36节我们来读：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人子耶稣自己说，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在他可以面前站立得稳，昂首挺胸。第三个就是要警醒。
什么是警醒呢？警醒不是不睡觉，警醒不是眼睛睁得大大的，警醒就是你要不断的为每一件事情来祷告。当这个世界的瘟疫开始的时候，你有没有为这个瘟疫来祷告？当你开始为这个瘟疫来祷告的时候，你的心就会有神的同在，就会有神的平安，就会有神的智慧。地震来临的时候，你有没有为地震来祷告？当你为这个事情警醒祷告的时候，要怎么样在灾难当中为主做见证，在股灾当中为主做见证，在海啸、在地震、在台风当中为主做见证。透过祷告，我们就能够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情，而不会陷落在那个网罗，不会陷入在那个忽然来的那个日子当中，没有预备，然后呢就开始手软脚软。不是，而是因为我们已经预备好了，我们已经坚定了，我们已经昂首挺胸，还能够站立在人子的面前了。从今天开始是棕树主日，也是教会史的这个教会节期的受难周。受难周的英文叫做什么 ？Holy Week。这个跟中文的翻译就很不一样。Holy Week 是在做什么呢？ Holy Week 就是要我们在这个礼拜当中 Holy Holy Holy。在这个礼拜当中，你用圣洁来跟主亲近。所以在从今天开始到下个礼拜天的复活节，你可以操练什么样的 Holy 呢？你可以怎么样的警醒祷告呢？你可以怎么样的谨慎自守呢？不要被世上的忧虑、钱财掐住、迷惑，然后结不出果实来。你要在这个礼拜当中怎么样的 Holy？ 读路加福音今天的21章，就很清楚告诉我们，人子再来的时候要发生天上的事情。你可以知道天国近了呢。这都是一个操练。人子要再来，当你准备好了，人子来的时候，你能够站立得稳。当你没有准备好了，人子来的时候，你就腿发酸，手发脚手腿也软，手也软，心都慌了，甚至你完全六神无主，不知道该怎么办。而在很多的考试，就像我们年轻的时候当学生的时候面对考试，如果你真的预备好，预备充分，在考试的那一刻，老师说要发考卷了，你会怎样？太好了，赶快发！好，拿到考卷之后就怎样？精神抖擞开始写。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啊，那就是有真的好好预备。但是你都没有预备，老师要发考卷，老师听到老师要发考卷就怎样？紧张了，哇，怎么办？我都没有准备，开始就想办法作弊。等一下开始要怎么样？可以偷抄谁的，瞄谁的？因为没有准备。但是人子来的是我们在整个圣经的期末考，圣经的期末考当中，你怎么样面对这张的考卷？是一个空白的考卷，还是你都已经预备好？我等这一天等很久的呢？我们要做什么才能够站立在人子的面前？路加福音的21章，这3件事情，让我们再次来复习。第一个要知道神国近了；第二，要谨慎不受忧虑；第三，要警醒不断祷告。让我们能够在 Holy Week 当中，透过神的话知道的更多。至少你不知道了，今天你听到这篇信息，你又多知道了。你要谨慎啊，你不要跟着世界上慌乱啊。你不要在别人的游戏当中变成那个战犯啊。人家欧盟都还很聪明，赶快又撤回暂停。只剩下中国，现在越玩越大了。明天要怎么玩呢？现在还说不准啊。搞不好下午又有什么新闻，每一天都有变化。但是我们要谨慎，不要为这个担忧。你要昂首挺胸，你要站立得稳。最后要警醒，你要为这些来祷告，求上帝他的主权领导，求上帝他在每一件事情上面来掌权。包括我们全台湾在面临的罢免，这个罢免到底是出于神还是出于人？到底是公义还是不公义啊？我们要警醒，要谨慎，要祷告，才能够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在这个礼拜当中，我们有小组聚会或是分享，你可以来思想，你希望耶稣早点来还是晚点来？希望耶稣早点来请举手，希望耶稣晚点来的请举手，希望耶稣不要来的请举手。好，那你就是违反圣经了。好，
都有人很诚实的举手。好，那一样，当你是一个好学生，做好了功课，你就会希望耶稣怎样？早点来。我已经预备好了，耶稣啊，你最好等一下就来，今天就来，现在就来。但是你是那个坏学生，懒惰的，或是呢在做玩其他社团的学生，好忙着其他事的学生，你就希望，哎，耶稣啊，再给我10年吧，好，再给我50年吧，耶稣晚点来，再200年也没有关系，好，但是我们也不可能活到200年，好，你会希望耶稣晚点来，我还有机会可以再做一些什么，还有机会可以再努力什么。Holy Week， 耶稣要再来临，我们能够再做什么？好，取决于我们怎么样迎接，怎么样做预备。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们有没有预备耶稣来？你可以看圣经路加福音，没有预备，耶稣反而自己预备，叫门徒去预备逾越节的晚餐，然后他要叫门徒去找那个驴驹，好，他要骑驴进城。然后当他骑驴进城，路上的人突然发现这个圣经预言的那位弥赛亚要来了，所以大家赶快跑去砍这个棕树枝，在路上挥舞着何撒那何撒那，大卫的子孙，救命啊救命啊，好，帮助我们。然后呢，大家没有预备，只好把自己的衣服怎样脱下来，铺在地上，铺在驴背上，让耶稣能够像王一样骑进来。这只有那个时候的预备，好，就是这样子的。好，如果我们今天来看，好，是一个草率，甚至你可以说是一个没有预备。但是好消息是，耶稣还会再来第二次。耶稣再来第二次的时候，你要拿棕树枝吗？你要拿什么？你要拿的是耶稣啊，你给我的1000两，现在变成多少？2000两。你给我的5000两，现在变成多少？10000两。这才是比那个棕树枝挥舞那个更有意义的。耶稣啊，我不是只有把我的衣服放在地上，我是把我的一生，把我的一切都放在地上，让你来使用，让你能够走在那上面，来荣耀你，来欢迎你，来迎接你。这是一个耶稣第二次再来我们可以预备的事情。耶稣要再来，虽然在地上有灾难，但是人的心只要立定心意，就能够保全性命。而耶稣再来，我们要站立在他的面前，就是要知道，要谨慎，要警醒，不要忧虑，只要祷告。我们能够坚定的昂首挺胸，迎接那得赎的日子来到。盼望我们在这个礼拜的受难周，或是在这个礼拜的灵修，不是只有在今年的复活节，每一年的复活节，每一年的圣诞节，每一年的圣灵降临节，我们都是那个警醒聪明的童女，做好了预备。这次的环岛旅行当中，我们看到了很多的教会，很多的教会，有的门是打开的，有的门是关起来的。这个门，教会的门关起来的是怎么样？平常他们也不知道会有人来，所以他们就把门都关起来。但是有的教会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联络上，但是我们没有联络上，我们去到的时候，他的门居然是打开的，很高兴，因为他预备随时欢迎有人进来。所以当我们看到进去的时候，哇，这个教会他有预备好欢迎人随时进来。那我们的迦南教会门是打开的还是关起来的？我们的小组门是打开的还是关起来的？我们的心是打开的还是关起来的？我们只要有预备好，随时都是打开，好，预备好欢迎人，好，能够再来到上帝的家中。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耶稣要再来，耶稣再来时刻没有人知道，但是神让我们知道的是天国近了，我们要谨慎，要警醒，我们要做好预备，我们要迎接君王的来临。当耶稣基督如同君王来临的时候，我们不是在远远的地方，也不是躲在树上，而是我们能够在最前面来欢迎君王降临，欢迎主与我们同在。因为这是我们得赎的日子，是我们等候已久的日子，是我们预备好的日子，是一个整个上帝的主权要实现的日子。亲爱的圣灵，虽然我们对这些事情还不很明白，但是圣灵来要叫我们明白进入一切的真理。圣灵来要使我们的心能够与主同正，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不再担忧，
不再做金钱的奴隶，不再做世界的奴隶，而是要做神你的儿女，永远与神同在。愿你的灵、你的话再次苏醒我们，帮助我们。我们这样子祷告，奉主耶稣的名，请大家从座位上站立起来。圣灵，请你来充满我心，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灵。圣灵啊，我好爱你，我的灵让你牵引，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圣灵，请你来。圣灵，请你来充满我心，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灵。圣灵啊，我好爱你，我的灵让你牵引，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让我们举起手对主说，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主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否愿意欢迎耶稣基督再来？你是否愿意做好预备，为着这个得赎的日子来警醒、来祷告、来守候？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天都警醒守候、警醒祷告，让我们时时刻刻欢迎迎接耶稣再来。圣灵，圣灵，请你来充满我心，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灵。圣灵啊，我好爱你，我心让你牵引，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更大声说，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我敬拜你，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我敬拜你，亲爱的耶稣，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是的，主耶稣，你已经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圣父的右边，将来你要从那里再临审判活人和死人。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是由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亲爱的主耶稣，是的，你要再来。地上的历史，地上的灾难，地上的耶路撒冷，地上的以色列国家的存在，都在见证这个重要的时刻、重要的日子。求你让我们能够警醒，不要像睡着的门徒，不要像睡着的童女，完全没有预备，而是让我们能够把握今生，赚取永生，让我们能够在还活着的时候，就走在神你所喜悦的路上。你告诉我们要进窄门，因为天国的门是窄的。你告诉我们，天国是要努力的人才能够进入的。主啊，让我们能够把握着今天，把握还活着的时候，就要努力竭力做主工，因为知道在主里面的一切劳苦都不是徒然的。谢谢主耶稣，让我们有服侍神的机会。
哪怕是最辛苦的服事，哪怕是流最多汗的服事，哪怕是付上代价的服事，为了耶稣基督再来，我们都甘心乐意在主的面前服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帮助与感动，与你们弟兄姐妹同在，使你们警醒祷告，谨慎自守，预备迎接耶稣基督的再来，从今天起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那么再次拍掌，把荣耀来归给耶稣。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们，我们再一起站立，我们要来赞美我们的神，时时刻刻有神的同在，我们要赞美我们的神，宣告说：你是我的神。阿们。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寻求你，在干旱地方无水地，我可想你。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寻求你，在干旱地方无水地，我心切慕你。我在神所中要赞扬你，见你的荣耀与能力，因你慈爱的生命更好，我要歌颂你。我在神所中要赞扬你，见你的荣耀与能力，因你慈爱的生命更好，我要歌颂你。哈利路亚，阿门。到这边，我们互相请安，彼此祝福。